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樂在旅途財經嘅頻道。今日星期一同大家做一做快閃5分鐘啊！今日而家個時間咧，大概咧係10點半左右嘅時間啊。想同大家講咩呢？唔係講商湯啦啊，因為商湯星期六嘅時間已經講咗好多啦。反而咧就因為咧講咗好多商湯同埋咧巴巴嘅嘢，所以原本我係打算咧講另外一隻咧係已經持有嘅股票咧，係星期六嗰陣時冇時間講啊，咁所以今日咧再同大家講翻呢隻咧，我咁相信大家好多朋友咧都會持有住嘅呢一隻小黃鴨德盈啊，小心啲呢隻股票嚇，因為咧過去一段時間啦，我知道大家咧都喺高位追貨啊，咁我自己嚟計嘅話咧，其實我嘅成本咧都係講緊係1蚊樓下，升到上1蚊樓上之後嘅咧，一路都冇再加注啊。咁啊，股價咧曾經去過最高位置咧1個8毫4呢個位呢個9月初嗰個位置，咁但係咧去到1個8毫4之後呢個股價咧完全咧走晒樣，不斷咁樣係回落啊。而家回落到咧係去到咧。如果計翻黃金比率嚟計啊，佢由8毫子上升到上去1個8毫4，由1個8毫4有調整38.2%啊，咁其實咧就係1個4毫4嘅，咁但係咧一路咧就穿咗1個4毫半之後咧，一路都係繼續係調整落去，而家已經落翻去咧調整嘅一半啦，即係升幅嘅一半啊，啱啱黃金比率嘅50%啊，咁如果呢個位置咧大概咧係1個3毫2、1個3呢啲位置跌破咗之後咧，好可能咧再回落多啲嘅話咧，會落翻1個2啊，咁就調整61.8% 嘅啊，咁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啊。如果我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啊？呢度睇到啊，由低位8毫子升到上去1個8毫4，調整32.8%係大概1個4毫半嘅，但係跌破咗。而家咧就試緊咧50%，1個3毫2，綠色呢條線啱啱去咗呢個位置啊，咁所以小心啲啦。佢走勢嚟睇嘅話，的而且確你見到日日都係咁陰下咁樣跌嘅啊。所以如果大家持有貨嘅話，好似我自己嚟計，如果真係咧係過3係守唔到，確認咗失守嘅話咧，我都會係沽貨離場先啊，因為呢隻股票咧就絕對咧就同商湯係唔同嘅嚇。咁商湯有自己嘅規模啊，自己嘅嗰個團隊做得相當之唔錯。咁但係咧呢一隻小黃鴨咧我自己喺佢身上咧都真係輸過錢嘅啊。大家知道佢上市嗰個時候買過，咁但係都喺大概2年前沽咗。咁近期或者係講緊幾個月之前，見佢落到去最低位置8毫幾9毫子，佢亦都有新嘅業務、新嘅 IP 嘅項目，亦都係範圍咧唔淨止做普通嘅鴨仔銷售，仲係文旅文創嚇。咁所以我比較睇好佢。的而且確個股價亦都有8毫幾子升到上去1個8毫3高位，但係跟住之後好似冇力，又冇再有啲新嘅項目、新嘅消息出嚟嚇。即使咧未來嘅時間咧，都可能都會繼續陸續都會有啲項目喺度啊，或者係推出嚟。只不過咧係話暫時未見到，同埋個股價真係走勢係弱咗嘅啊。咁不如咧就或者賺咗錢先啊，所以低位買嘅投資者嘅話咧，都可以試下咧係穿咗個3賺咗先啊。雖然咧個即係賺少咗一半啊，咁但係都好過一路係咁跌落去啊。咁如果第二日如果真係有項目再出嚟嘅話，再睇翻好嘅話，低位到時先再買翻，咁或者會更加係比較係安全啲。啊，咁當然亦都有好多人咧高位買咗貨㗎啦。高位買咗貨嘅話咧，就留意下咧，咁自己想唔想即係買得多唔多啦？如果唔多嘅話咧，都可以做一做指示先啊，睇下有冇機會再回翻落去更加低嘅位置，或者等第日咧有消息嗰陣時先再買翻，都會比較係適合嘅啊。咁今日咧就即係同大家
講翻原本星期六都想講嘅呢一隻小黃鴨得型個最新嘅睇法咁希望大家留意住啦多謝大家，好啦，咁有機會日後再同大家做快思5分鐘，拜拜。